迄时，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近约翰，要对伊受洗礼。若是约翰阻止伊讲：“我合该对你受洗礼，你反倒就近我吗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当请问我，因为咱合意就安尼来尽隆重的伊，就问伊。”耶稣已经受洗礼，连比对水上来，天忽然为着伊开，伊就看见上帝神亲像镜仔降临，伫伊的顶面，可对天有声讲：“即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履行全部的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2026年的头一个主日，咱做伙伫遮来领受上帝祝福，领受上帝的话。愿望伫今年，咱嘛会当伫主的面前定心来立志。咱愿望毋是一个做一个真习惯的基督徒，咱愿望咱每一个时刻会当对主的话来得到提醒。因为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要拄着遮个无合理的代志实在是太多啊。亲像咱若看即个电视也是气象的报告，明明讲今仔日袂落雨，但是突然间就一阵雨来，互无带雨伞出门的咱，会当是讲压甲规身躯澹高高。也亲像有诶，咱兄弟姊妹若是伫公司食头路的，有可能你要头家所做的报告，拢已经做好准备，信心满满，但是无想到第二天，你身躯较无爽快，无法度照平常的时你去发挥。咱嘛无人会想到，伫12月中出入台北车头，也是中山站，也是百货公司的遐个人，因照因平常的路线伫行路，较出现即个随机会杀人的事件。所以面对生活中间遮真侪无合理、咱想袂到的代志，有时阵咱会去找机会，咱会去找解说来家己来讲一个合理的解说。譬如讲，咱会甲家己讲啊，这一切拢有上帝好的安排。但是有诶代志，无论咱安怎想、安怎找，咱嘛无法度找到一个会当互家己满意的答案。亲像今仔日这段圣经节，就是一段咱无法度解说，也是虽然会当解说，但是也可能无法度完全解决咱疑问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耶稣为虾米要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。咱顶一次有讲过，来到约旦河找行洗礼约翰洗礼遮个人，拢是承认家己犯罪，需要借着洗礼来悔改认罪的人。但是耶稣无做，伊敢需要认罪悔改洗礼？这个问题毋若是咱的困扰，嘛是互初代教会真头疼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就伫某一天，耶稣就安尼来到约旦河来接受约翰的洗礼。对看见即件代志的人来讲，因自然会认为耶稣不过就是遐做来接受洗礼的人中间的一位。安尼的人哪有可能是安尼的人哪有可能是弥赛亚咧？安尼的人应该不过是一个追随行洗礼约翰其中的一个学生吧。但是行洗礼约翰伊看见耶稣来，伊非常清楚家己的角色。伊是在替弥赛亚备办道路的，所以行洗礼约翰伊拒绝，伊讲：“我合该对你受洗礼，你反倒就问我吗？”哇！弥赛亚来找伊，来领伊的洗礼，这对行洗礼约翰来讲是非常无合理的代志，是伊非常无法度解说理解的代志。但是耶稣应伊讲：“当请问我。”因为咱合宜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，即句话非常的特别。因为咱若看有记载耶稣洗礼的3本福音册，就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这3本福音册拢有记载耶稣洗礼这项代志，但是只有马太有记即句话。但是行洗礼约翰敢真正是会当明白耶稣的用意？伊敢真正了解什么叫做隆重的义？
有诶圣经日本会将义即个字翻译做礼，就是礼仪诶礼。但是即个礼毋是指礼仪，也毋是指一个信徒家己教会即种真大家庭、真温暖诶即种仪式。因为马太福音诶义，毋是伫讲个人诶因信称义，嘛毋是讲我家己得救就好诶迄个义。马太福音所讲诶义，是讲人伫艰难、困苦、无法度明白、无法度理解中间诶时，犹原坚持对上帝完全诶信靠。为虾米咱会当对义会当有安尼诶一种解说甲定义？咱敢会记得伫马太福音内面第一个互人称作义人诶是啥？就是耶稣诶老爸约瑟。虽然伫人诶眼光来看，约瑟伫道德方面毋是完全，毋是一个无缺点诶人，但是伊会奉称作是义人，是因为伊知影伊还未娶过门诶即个玛利亚已经有身了后，原本伊会当真光明正大宣布讲我要停止即阵诶婚约，但是伊无安尼做，伊有经过思考，因为伊想要将伤害降到上低。好佳在伫伊真恶伫做选择诶时，上帝出现伫伊梦中，最后伊选择诶是顺坦上帝诶心意，伊带玛利亚过门。所以虽然约瑟伫无明白。伫惊吓内面，但是约瑟犹原将上帝的心意放伫上悬的位置，所以圣经称伊做义人。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，耶稣讲伊受惊洗礼，约翰的洗是真隆重的义。耶稣毋是留一种洗礼的定数，也是信主的 SOP 互咱。耶稣领约翰的洗礼，是伊知影伊家己的使命。就是爱进入世界来服侍，但是伊嘛知影，等伫伊面头前的，毋是一件真简单的路，甚至有时伊嘛会拄着伊无法度明白的代志。亲像耶稣伫受难进前，伊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伊安怎讲？伊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做得，就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耶稣伊无法度明白理解为虾米伊会拄着安尼的代志，但是伊愿意顺坦上帝，伊愿意背起即个真痛苦的十字架。所以耶稣虽然无需要认罪悔改，但是伊选择伫伊开始服侍进前，甲其他的人、甲所有的人共款来领受洗礼，这就是咧表明伊无享受伊是神的特权。伊愿意甲咱共款，去面对生活甲生命中间的艰难甲痛苦，但是伊嘛坚定相信上帝绝对袂弃杀伊。所以耶稣伫伊生命过程内面，伊亲自实践什么叫做真正的义。兄弟姊妹，这嘛伫提醒咱伫艰难的时，敢嘛愿意坚持，并且信靠上帝咧。大家敢会记得伫2礼拜前，我甲大家分享有一个小姐敲电话来教会，请我为伊祈祷的代志咧。伫迄摆，伊爱我替伊祈祷，讲请牧师你替我祈祷好的代志，就是你毋通讲着苦难，毋通讲着试炼遮真痛苦的代志。但是迄摆我甲伊回讲，安尼信仰毋是我的信仰。所以伊啥物拢无讲，就将电话切断。无想到还有第2集，几工前我佫接到伊的电话，伊爱我替伊加持，伊讲牧师，你会当替我加持祈祷无？我讲我毋是上帝，只有上帝才会当祝福你。我就问伊讲，你会当讲较明确的，我才知影安怎替你祈祷。伊回答我讲，互我有智慧，会当选择正确的道路。我内心就想讲，袂歹哦，即个人有进步安尼。所以我就电话中间在替伊祈祷。我伫那祈祷的时，我就想讲即个人伊既然讲伊需要智慧，
安尼一定是伊拄着某一个伊毋知影安怎去选择的即个境遇，所以我就祈祷讲，求上帝赏赐智慧，互某某小姐伫拄着困难选择的时，我即句话要袂讲完，伊竟然大声切断我的祈祷，讲毋通讲着困难。我惊一跳，伊安尼大声一话，我真正会惊一跳，我嘛毋知安怎祈祷，我就紧结尾讲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祈祷煞，伊问我讲，基督徒嘛会拄着困难吗？我讲当然会啊，因为基督徒嘛是人啊。然后伊吐一口气，就将电话切掉。我毋知即位小姐，我甲伊敢有第三摆接触的机会，但是我足望伊会当互我有较济时间，会当伊传真正福音。毋是讲伫听到伊无顺伊耳孔的话，就马上切掉电话。因为即个小姐，伊若知影耶稣来到世间，耶稣嘛拄着苦难。但是耶稣伫中间示范义的真理，互咱看见，咱嘛会当亲像伊伫无明白的中间来信靠上帝，并且耶稣嘛向咱显明，什么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虽然咱会拄着苦难，但是上帝甲咱同在。我想即个小姐若真正知影安尼真理，伊就袂活甲遐尔无平安。甚至连听到苦难、困难这两个字，伊嘛无法度忍受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对上帝的信靠，减互你会当对无确定的未来，犹原会当带着对上帝的信心咧。如果咱相信受伤的芦苇，伊无遏止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拍花。咱就会当继续坚持行伫上帝心意。如果咱相信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虽然有当时咱会失望，但是咱袂跌到绝望，因为咱相信上帝旨意确实是超越咱的念头。过来经文是描写耶稣安怎接受约翰的洗礼。伊讲耶稣已经受洗礼，连边对水上来，看起来是一个真普通的描写。则讲的就是浸，规个浸伫河里的安尼洗礼，真普通，亲像一寡教会因的洗礼嘛是浸的安尼一个洗礼。但是耶稣规个人、规个身躯浸入去即个约旦河，这互咱看见，耶稣愿意降低家己神的身份。约旦河的原文有下降的意思，所以耶稣行入去迄个约旦河，表示伊愿意进入咱人类上混乱、上污秽的所在。伊原本无需要接受洗礼来清气家己，但是当伊伫水里的迄个时刻，伊将家己甲人类全体命运来绑做伙。因为耶稣毋是徛伫岸边，伫遐讲，恁遮的罪人就爱洗清气。伊是领受甲咱共款的洗礼，浸入水底，甲家己降低做一般的人。兄弟姊妹，这敢无互咱看见上帝极深的疼咧？所以咱定定会讲，基督的信仰毋是一种自我修行。毋是家己好就好的信仰，基督的信仰是要用脚踏出去的信仰，因为耶稣就是安尼在实践伊的教示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见真侪宣教师因去到上危险的所在，伫遐传福音。咱嘛看见真侪基督徒因为着上帝的义，选择过无共款的生活，甚至最后牺牲家己的性命，牺牲家己的生活。第3年前，2015年有一个影片。震撼全世界！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后藤健二，伊伫2015年的时，2月初1的时，互迄当时全世界拢真惊吓的激进组织 ISIS 处决。即个人伊是一个独立的记者，伊拢自费去到全世界
逐所在去遐采访真实、真苦难的故事。伊拍开遐所在的无公义、遐暴力、丧凶、冲突，也是战争的真相。伊望挖困痛苦的人，将这人的故事报道出来，用安尼来唤起全世界的关心。望讲嘛会当找到停止这苦难的方法。伊讲，如果我会当解决这问题，我的工作才会当算做是成功的。因为这个人定定出现伫真危险的所在，所以伊不时甲这个死亡是擦身而过。但是伊无惊吓，因为伫1997年伊成做基督徒了后，伊的身躯边拢会带着一本的圣经。拄着问题时，伊就祈祷，祈祷煞，伊做决定了后，伊就相信讲，我安尼去做，上帝天父上帝绝对袂离开我，伊就安尼去做。每一天结束了后，伊嘛为着伊会当平安活落来，伫遐感谢上帝。伫2004年的时，10月份的时，伊去到叙利亚，伊去救伊一位互 ISIS 掠去的朋友。伫伊去的进前，伊有拍一段影片放伫伊的网站，讲：如果我若拄着不幸的代志，我家己会承担所有的责任，这非常的危险。但是，请恁毋通讨厌这叙利亚的人民，请恁毋通留落对因留落无好的印象。后来伊去，伊嘛互掠去。这个 ISIS 就将伊甲伊的朋友拍做影片，发伫网络，来向日本政府来要求这个赎金。但是日本人看见这个人，因就感觉讲，你也家己负责任啊！日本人足讨厌甲人制造麻烦。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拢感觉这是伊家己的责任。冇人批评讲，好好啊，伫日本也是去其他安全的所在食头路就好啊。为什么你要去到迄个危险的？你家己是自找的，你要怪谁咧？但是就伫伊互处决的迄天，伫伊的网页顶面有一个读者安尼留话讲：后藤先生，你去 ISIS。进前的影片有讲，我会对家己的行为负责任，请毋通用我的死来怨恨这叙利亚的百姓。对你的死的内面，我毋但看到怨仇甲哀伤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你的行动是对上帝呼召来的。直到上尾一个时刻，你用性命所传的信息是人类的疼，这是对伫弱者。对伫苦难中间的人，对伫困境中间的妇女甲儿童共同适用的特效。咱看见一个日本人安尼伫伊的网页安尼留言，原本人对伊是无理解的，原本人是对伊是感觉伊是家己找来的安尼一件麻烦，但是因为伊脚踏出去的信仰，互人对伊的身躯顶来看见上帝。军队耶稣的人，定定互人看做是戆人，安稳的生活无要过，平安的所在无要去。但是对这个人来讲，因为耶稣安尼做，所以因嘛愿意学习，愿意来回应。当然，亲像后藤健二安尼的人，伊是领受特别的使命，伊做的代志，毋是咱所有的人会当去承担的，但是咱会当突破家己。咱行出咱真舒适的环境，来看见四周围的需要，然后找一项咱会当做的服侍。我讲的服侍，无论是伫教会内面的服侍，也是教会外面伫社会，这拢是服侍。用安尼来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。特别今仔日是2026年的头一个主日，等一个有教会同工因要就任。因领受上帝呼召，伫无共款的所在服侍，有这个人真好，咱会当享受因的付出。但是，望咱的教会嘛，若是这几个人尔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找到家己会当去做的代志。对细细的所在开始，你可能会当去关心某一位兄弟姊妹，你可能会当看见伊今仔日无来做礼拜，或若是小组长去关心伊。你嘛会当去关心讲，今仔日咱无看到你来做礼拜。
然后伊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嘛会当甲关怀组甲我联络，咱做伙去关心伊。这一项真细细的服侍，咱拢会当来做。我嘛相信，当咱开始回应上帝呼召，咱嘛会当伫中间看见上帝快乐甲同在。伫即段经文上尾节是以前我看过，但是我拢无啥物特别的感受，我看过就过。但是即摆我伫看即节的经文的时，我特别有迄个感觉。伫遮讲天开，忽然为着伊开啊，即个伊就是耶稣。原本天是关起来，但是因为耶稣，天拍开啊。咱对圣经历史若有认捌，就知影伫耶稣领受洗礼进前，上帝已经有400年的时间无亲自伫向人讲话啊。咱伫马太福音前3章所看见的，拢是上帝差派使者去向人来讲话。上帝差伊的天使去向玛利亚讲话，上帝差伊的天使去向约瑟讲话。但是就伫安静400年以后，天拍开啊！这互咱看去，因为耶稣，上帝真心拍开这个门，来向人类来启示伊的救恩。然后耶稣看见上帝神，亲像钱仔降落伫伊的顶面。这互耶稣知影上帝甲伊同在。耶稣出来传福音，伊面对的是犹太人对君王的迄种期待，真强大的君王，弥赛亚亲像君王要来带咱来征服罗马的统治。耶稣面对的是罗马政权迄种真强大，亲像鹰鸟会吞食人的即种势力。但是上帝神竟然是用温和的钱仔的形象降落伫耶稣的身躯顶，这甲当时社会所期待的、所反映的，完全是颠倒变的方式。所以咱看见耶稣伊选择的，毋是用军事武力的方法，伊是用温柔，亲像钱仔，看起来真软弱、十字架的溃烂，来改变规个世界。最后，有声对天地对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这句话毋若是对耶稣身份的认同，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嘛是对我、对你的讲话。伊在提醒咱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这种的身份应该爱较早。也是较赢过咱来领受咱的使命，意思就是你爱先知影你是上帝的囝儿，因为伫迄时耶稣才拄啊领受洗礼，伊还未医治任何人，伊还未对任何人互因对死而个活，耶稣还未伫海面行路。耶稣还未互5000个人食饱，伊还未做任何的代志来证明家己的身份正真。上帝大声宣告：“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囝。”有一位离开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，去到一个团体叫做方舟团体的神父卢云。伊伫即个方舟团体负责照顾一个重度残障的青年，叫做阿东。即个阿东伊袂晓讲话，伊无法度讲话，伊嘛无法度家己食饭，甚至无法度家己穿衫，会当讲伊无任何对社会有贡献的生产力。但是卢云伫伊的册内面写，伊伫阿东的身躯顶学着伊一世人上重要的神学，就是阿东什么拢袂晓做，但是伊确实互上帝，确实互规个方舟团体所疼的一个人。阿东的价值不在伫伊有什么款的功能，但是伊互上帝所疼的，是伊伫上帝眼中是存在的。因为伊的存在，所以伊才有价值的。伊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打破咱人类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的模式。
因为伫咱的社会，咱拢知影安怎？即个社会每一工，即个世界每一工拢甲咱喊话讲：你如果趁较侪钱，我会较欢喜你；你如果表现搁较好诶，你才是有价值诶。人习惯用表现，习惯用成就来定义一个人敢是毋是有价值，敢是有成功诶。但是如果咱大心知影，我是上帝所疼诶囡仔，咱搁有偌好诶表现，也是成就，这拢无法度来否定咱是上帝所疼诶囡仔。嘛无法度帮助咱讲，伫咱真软弱，也是面对充满风影的即个世界时，咱会当徛在会牢。伫2礼拜之前，我上山国小的性命教育，我伫一个6年级的班级上课时，了后我收因的课本，转来要批改作业时，我看到一个囡仔伫伊课本顶面有写。我一直哭，我每工拢想要哭，我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因为即个囡仔我捌伊几啊年，伊一向是一个真乐观、真积极的囡仔，所以我就将伊的作业翕互老师看。老师嘛讲，即个囡仔成绩真好，伊嘛想无讲即个囡仔有啥物代志，互伊爱逐工伫遐哭，所以老师嘛将即个作业传互伊的家长。伊个家长嘛毋知影讲，伊个家庭嘛无发生啥物款的大代志，所以我想啊，安尼可能就安尼过啊吼。过一个礼拜了后，我收到即个囡仔互我的一张纸条啊，伊顶面安尼写，伊讲伊的目标是3工以上莫哭，3工以上莫哭，这是伊的目标。伊原本是逐工拢咧哭，但是伊目标是3工莫哭。看到遮，我佫较替伊烦恼，因为我无想到讲伊无发生啥物款的问题，但是我想无讲一个真快乐年龄的囡仔，为什么伊会有遐尼大的悲伤甲压力？敢会是伊互家己的要求太悬咧？敢会是伊太过在意家己的表现敢有好咧？我毋知影，所以我只有替伊祈祷，求上帝互伊真平安健康来长大。伫耶稣用遐尔无合理来领受行洗的约翰洗礼即件代志，咱爱提醒家己，伫即个混乱的世界，咱爱辨明上帝的声。咱爱先知影，咱是上帝所疼的囝。上帝袂用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，来判断你。无论你是甚物款的人，伊就是完全的接纳甲疼。当咱大心知影遮个，咱才会当有气力，带着上帝，互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使命呼召进入世界。虽然伫中间咱嘛会拄着，互咱无法度明白、理解，甚至是惊吓的代志，但是咱嘛相信，当咱坚持信靠、顺探，咱就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以马内利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提醒阮，伫即个真容易失迷、甲野生的世代，阮无孤单，阮毋是真偶然甲存在的，阮是有你的旨意才存在的。阮嘛毋是靠表现来存在，互你接纳的。阮是因为你疼，阮才存在，阮才互你接纳的。恳求主你帮助，互阮会当真正认捌你，互阮真正会当听见你对阮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也恳求你，互阮会当带着安尼啊宝贵的身份，伫即个世界会当真平安、真快乐，并且带着好的见证来存在。恳求你伫新的一年来使用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